食饭食到饱，人生才快活。欢迎收听开讲广告拢会通，卫生卫甲爆米香的爆米香来卫生。我是拄开学，感觉足忝的阿苏。我是秀光一直走来台中的阿君。我是真欢喜会当开学的阿酸。哎哟喂！啊，你阁是安怎啦？无啦，就是拄开学，实在是有淡薄仔无惯势啦。阿君啊，你毋捌啦？这就是人讲的开学症候群啦。阿酸讲了无毋对，就是开学症候群啦。休寒过了这么紧，互人感觉介先无啥放着，困一暝就过去啊。拜托者，你嘛较差不多咧，讲甲亲像顶学期是昨暝的代志共款。好，你若是安尼讲，我就要来甲你考看卖，看你敢会记得顶学期咱做过啥物代志。好啊，你来，我毋惊，嘿嘿嘿嘿。好，听起来咱今仔日的主题已经出现啦，无毋对。听众朋友啊，今仔日咱就是要接续顶2个礼拜，来甲大家分享阮的大学生活哦。顺便补充者，咱今仔日会是这个系列的上尾一集。无毋对，来请听众朋友继续期待咱今仔日的内容。是讲阿苏啊，拄则讲到顶学期的代志，敢有啥物是互你印象上深的啊？有啊。讲到这，就一定爱讲到试教的代志。我还会记得，咱顶学期伫中等教学实习这节课，在试教的时阵有偌尔紧张呢。讲到这，实在是真好笑。我一定爱甲听众朋友分享者，这节课的内容除了有2个人一组的小组试教掠我，基本呢也有个人试教甲考试，所以基本会有淡薄仔吃力。恁敢知？阿苏甲阿酸伫咧要试教的前一暗做了啥物代志？我开心知影你想要讲啥。因为阮的个人试教甲考试是同一天进行的，所以阮毋但爱准备各种3册的教学内容，阁爱准备考试的部分。而且听起来3册介绍无真济对无？毋过这3册内底的课文加起来有18科这么济呢。阮压力真正足大的呢！我印象上深的，就是第3册内底有一课是咧讲 GNO 食品的。我迄当阵敢若咧烦恼，要安怎甲记题无声无碎融入课堂内底，就烦恼袂了啊！嘿啊，而且阁爱根据阮抽考啊抽到的数字去现场决定你是要教倒一册倒一课。伫咧前一天根本就毋知影你会抽到啥。就是讲呢，我迄天一直咧祈求，拜托天公伯，莫互我抽到 GMO 迄课。结果，我来替听众朋友问一下，结果安怎？结果就是，虽然无抽到 GMO 大魔王，也毋过煞颠倒抽到甲前一个同学共款的题目，真正毋知影是好还是歹呢，拢要考出来啊！还有试教结束了后的考试。前一暝阿苏拢咧紧张甲语无伦次，毋知影咧讲啥。阁是我甲伊练习考试爱用到的自我消解的呢。这我真正足感谢你的啦，嘿嘿，我一紧张就头脑空白，毋知影家己咧讲啥物，嘛无法度思考爱讲啥啦，嘿嘿。所以虽然后来要是紧张甲讲话一定停句，毋过这对我来讲，嘛算是一种训练甲经验啦。无吼，这应该是你互社会老师甲洪婷老师的考验才对，好无？毋对啊，阮本底毋是要讲这个啦。好，互恁插一个话，插一丝仔就袂记我本底要讲啥哈。话阁讲转来，要毋过恁2个嘛伤喊啊啦。听众朋友啊，恁敢知？就伫咧因要上台迄天。我起床就发现阮宿舍内面哪会拢无人，这2只是走去倒位啊？后来才发现讲阿苏是紧张甲困袂去，所以4点就起床啊。阿酸咧是根本就无卡到伊的眠床，好无？
你迄时的表情一直足精彩的。透早起来，发现规宿舍内底拢走无人啊！你绝对毋知影，我甲阿酸迄个时阵伫倒位。我迄时目睭开起来，就紧张甲心肝头噼噗跳，根本就困袂落去。规气就莫困，起来复习试教内容。我迄个咧想讲，阿苏哪会遮尔早就伫群组内底点想要食啥物早顿啊？拜托一下，我才是惊着好无？我想讲，我遮尔早起来，应该是规宿舍内底上早的啊！想袂到看到阿酸名称，还是规张好好，无人叮当过款，而且楼骹的电火还是光的。想讲，哪会有人比我搁较少啊？所以恁两个就是因为安尼，才走去楼顶的自习室去内卷的是毋？天疼才知天疼人，阿君你迄时也毋知影这压力有偌大咧，就是想讲，阮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会使抱团取暖啊！哦，好是哦，你真正是应付人第一名呢！哼，总讲一句，嘛因为有安尼经验，后来感觉其他亲像台语评量甲实务这节课的试教嘛较稳啊。我看你甲阿酸虽然紧张，毋过尾仔上台嘛是老心在在呢。你讲了对啊，加上我甲阿酸，阮两个各有实际去监课。所以试教后来其实已经是一个鸡卵糕啊 ，a piece of cake 啦。是啊，我头想看觅，这几年咱所累积的试教经验，其实嘛袂少啊。亲像3年的台语教材教法、重点教材教法，拢是正做咱的养分，一步一脚印，互咱渐渐啊去成长甲发展。讲到成长。我想到咱顶礼拜有讲过，一开始伫课堂顶面开喙讲台语，对阮来讲有影是一件有够见效的代志呢。是啊，迄时咱的台语甲即马比，讲到有够哩哩啦啦的啦。想袂到咱即马拢会使全台语试教，甚至是开一个台语 podcast 的节目啊！我感觉这有一部分嘛要感谢咱系上的毕业条件。你是讲台语检定？是啊，因为若毋是系上规定，无即个爱甲台语讲好的压力，咱的台语有可能会无啥进步，甚至是讲比即马搁较恐怖。更加毋免讲其他亲像日语、客语等等，按照咱的评断式，根本就袂阁分成去学这。系啊，而且咱台语系阁有开日语课甲客语课，免惊讲搁爱家己去外口开始补习。讲出来嘛毋惊冷笑，像我一开始连啥物是 JLPT 甲 N5 拢毋知影咧，想袂到咱即马会摕到遮尔济证书，袂输是迄个啥物啊？你敢是讲斜杠？无毋对。哈哈，阿酸真正是我的翻译官，拢知影我想要讲啥。是讲，既然拢讲到台检嘛顺续宣传一下，阮爆米芳正经第4集有小解台语检定的相关主题，若是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嘛会当去听看卖哦。好，除了系上的这几个检定以外，我感觉真侪老师拢有互咱机会去替因做工读生。嘛是一个互阮进步的重要原因。哦，对呢，安尼算起来，咱毋但有接过图书馆、科普馆的翻译工作，还阁有教育部万单语书店的整理。千万袂记咧，还阁有教育部万届的台语字幕整理啦，这嘛是有咱的共同打拼伫内底。像我本地也毋是对台语的输入法甲声调遮尔熟手的人。也毋过，自从开始接助理的工课以后，毋知影当时开始，这物件已经无我一开始想的遮尔困难啊。我嘛是啊，后来3年啊，咱去上华台对语这节课的时，就比别人搁较熟手甲适应，因为之前有安尼训练过嘛。像这个状况呢，敢就是人家老师定定讲的，实践成习惯，习惯成自然。我想吼，应该毋是同款的物件啦。毋过即句话放伫遮，敢若嘛是会通的哦。
对啊，监督室的部分，咱进前要互招去做台语培力宣讲的工作人员呢。我会记你，就是因为即个活动，互咱有即个机会四界拍走，去看外口的世界，也有别的学校是生做安怎模样。而且毋但有薪水通摕，阁会使增加家己的经验甲知识。上重要的是，大概即款活动拢会准备真好食的便当甲四收啊，有影是有食，阁有掠。恁真正是吼，到底是去食物件，也是去做工课，的哈？无喏，除了甲家己食甲肥足足掠我嘛是有收获的哦。就是因为即个机会，我才知影，原来即马台语的发展状况嘛真危险，嘛了解到原来教育现场的台语老师是安怎要去遮尔啊拍拼，要来推动本土语的教育。嘛，互咱对台语教学的热情甲决心愈来愈坚定。无毋对，回忆咱即几年的大学生活，其实嘛是真精彩呢。我拄则雄雄阁想到，咱三个做伙去参加系学会的代志啊。讲起来真见笑，我犹会记得我头一摆使用 Canva 去画系学会 logo， 迄个时实在是袂晓用，有影是头较大声，歹收尾哦。你是讲你迄粒黄色的挂钟哦？嘿啊，开我几若个礼拜的时间，好佳在后来嘛总算是设计出来啊啦。虽然辛苦阁无简单，毋过嘛因为加入系学会，我嘛阁较清楚原来即个组织是安怎去运作的，嘛知影原来组织一个活动有偌尔无简单，亲像系大会、圣诞之夜，还阁有顶礼拜讲到的宜兰之旅嘛是。虽然操办活动有影辛苦，毋过等即个活动真正办起来了后，看到成果的滋味，迄内底的酸甘甜，拢是外人无法度体会。感觉进前开的时间，阁有辛劳，拢有回报啊！而且我犹会记得，因为阿酸是总务，所以时常身怀巨款，害阮定定烦恼宿舍或者是阿酸的安危。还有阿苏甲阿君，拢是文书组的，所以伫阿酸的记忆内底，大概咱系学会咧开会时，拢会听到一个真紧、真着急的拍字的声，然后才想起来，哦，对吼。阿君的任务是必须爱记录开会的内容。然后我每一届看到阿君，伊安尼也是感觉足神奇的，哪有人的拍字速度会使遐尔紧啊？而且阿君这应该会当算讲是同声记录啊呢，毋若爱专心听阮咧讨论啥物，搁爱用上简单会当互人看有的方式甲记录起来。哎哟，这简单啦，毋是我咧臭屁，是因为我愈练愈熟手啊。其实一开始嘛会有淡薄仔食力，毋过到尾啊，就亲像我讲的同款，一地加两个啊啦。不过，系学会内底阁有一件代志，对咱平道来讲有真大的影响哦。是啥物啊？系学会甲咱的频道哪有啥物关系？吼，就是因为看到阮迄届系学会有一届办演讲的活动啊。哦，你是讲咱邀请到台语 Podcaster 亚特聊聊天的阿迪迄届哦？系啊，迄届邀请到伊来甲阮分享，伊咧规划每一集主题、内容，爱安怎去准备的经验，也有经营 Podcast 应该注意啥物代志。所以尾啊，阮才会出现。那么，咱嘛来家己做看卖想法，而且阿迪分享的经验，对咱爆米芳来卫生的创立有影有真大的帮助啦。是讲阿酸啊，安怎？啊你休寒的时阵，系上羽毛球队食饭迄届，啊你哪会无来啊？迄天我嘛有去呢，真好耍哦。你无来，实在是有淡薄仔可惜啦。无法度啊，真无拄好。迄天我伫咧屏东，无时间。若无，我嘛想要参与咱的羽毛球教练阿君交接工课的现场。哦，你这拢是理由，你根本就是无爱我对无？连阿嫂拢来斗闹热啦，阁有帮阮斗翕相哦。拜托者，你大概中昼去训练学弟学妹的时阵，也阁有比赛的时阵，我拢有去看呢。
我看你根本是去看缘投的学弟，好无？好啦，讲到这，我真好闲。阿君，你一开始是安怎会走去参加系上的羽毛球队啊？系啊，一礼拜就要去几啊摆训练，敢袂伤辛苦？迄是因为除了我以早就有羽毛球队的基础以外呢，坦白讲，也有我想要到系上300点钟的原因啦。好，我就知影你会安尼讲，我根本就是恁两个巴肚内的面汤啊！毋过这敢若是一开始的想法啦，后来豆豆就开始对羽毛球队有归属感，而且大家对羽毛球队转来时，真正拢有一种欢喜、高轻松的感觉。这一定是因为你身体内底的多巴胺咧，甲你影响。嘛是有可能，虽然咧有当时也是会平大去拍球，毋过伫羽球队内底识识到真侪朋友。后来我就甲拍球当作是一种转换心情的活动，愈去愈爱去，嘛都袂有阿酸讲的感觉，上辛苦的即款代志啊。不过虽然你逐摆拢咧念讲无想要拍球，毋过逐摆拢乖乖去遐，甚至后来佫真做羽球队的教练呢，真厉害哦！而且阮的队服嘛真好看呢。对呢，连我即个外人拢想要替家己买一领呢。你是毋知影哦，这是阮球队内底的学弟学妹家己设计，对画图、选色拢是哦，所以伊当然穿起来舒适又阁水啦。而且上重要的是，因为是大家做伙讨论甲设计，所以穿起来是不了有成就感哦。听起来，阿公的大学生活嘛，伫羽毛球内底得到真侪美好的记忆呢。虽望安尼讲，可能有淡薄仔老人臭，毋过这3年半，咱真正伫这间学校内底做了不了侪个代志，嘛做伙度过大大小小，无论是欢喜的、悲伤的、互人生气的经历，放伫以前来讲，也是无啥感触。不过即马回头去看，煞颠倒感觉有无共款的心境伫内底啊。你是讲我回头去看，雄雄才知影，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好啦好啦，莫讲酸笑啊！新年新希望，咱正前过年的时呢，也会甲听众朋友拜年呢。即届着趁即马，要是拄开学，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阮爆米香嘛要伫遮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拢会使甲阮同款，继续伫日常生活内底找到，或者是累积更较侪幸福记忆哦。祝大家新年快乐，欢欢喜喜！好，讲到这时间嘛差不多啊，爱准备甲大家讲再会啊！无毋对，快乐的时间总是过了伫北京。若是讲想要听更较多的内容，就请恁甲追踪试落去。YouTube 的频道嘛爱请大家替阮起赞、订阅，然后甲亮亮啊拍开。爆米香来卫生，后届再会。